唔知大家有冇玩過無人機呢？而家一兩千蚊都可以買到一架唔錯嘅航拍無人機，而無人機喺唔同行業嘅應用例子亦都越嚟越多，甚至去到戰場，烏克蘭就成功用無人機同俄羅斯抗衡。而睇返全世界咁多開發無人機嘅公司，中國嘅大疆相信係其中一間最成功嘅公司。今日我就同大家講下大疆創辦人王濤，佢喺大學期間點樣開始佢嘅無人機夢想。汪濤細個就住喺杭州一個普通嘅屋企，爸爸係工程師，媽咪係老師。佢從小就鍾意一啲會飛嘅嘢，成日幻想自己變成一隻雀仔，喺天空自由咁樣翱翔。有一日，佢阿爸爸買咗一部遙控嘅直升機俾佢玩，汪濤真係好鍾意，玩到入晒迷咁。但係呢架玩具直升機真係好唔掂，成日飛飛下就跌返落嚟。佢心諗，點解自己唔整一架勁啲嘅直升機呢？就係咁，佢開始拆開架飛機，研究下入邊嘅零件。夜晚瞓唔着嘅時候，都諗下點樣改進。長大咗之後，汪濤考咗入去香港科技大學讀電子工程。喺大學宿舍，佢間房亂七八糟，滿地都係電線、電路板同埋螺絲。佢嘅室友阿明成日都笑佢：阿濤，你又喺度搞乜鬼啊？快啲瞓啦，聽日早堂啊！但係汪濤唔聽，佢嘅畢業項目就係設計一個自動飛行控制系統俾直升機用。佢想象呢個系統可以令直升機自己平衡飛起，唔使用人手操控咁辛苦。汪濤日日喺宿舍寫程式、看部件、測試模型。佢嘅室友就話：呢個如果成功，世界就變晒，無人機可以幫人哋拍照、送貨，甚至去救災添。不過呢個世界邊有咁簡單？喺第一次測試，汪濤好興奮咁啟動佢嘅直升機模型。佢飛咗幾秒，突然之間搖搖晃晃，失控咁撞落地下。汪濤見到啲零件撞壞晒，個人都呆咗。佢花咗幾個月嘅時間同埋所有嘅零用錢，結果唔夠幾秒就化為烏有。汪濤摸住跌壞咗嘅直升機模型，眼濕濕咁，真係覺得好心痛。教授見到咁，拍一拍佢嘅膊頭話：阿濤，呢個設計太過難啦，你經驗唔夠，不如換個簡單啲個項目。如果唔係，你連畢業都有麻煩啦。不過汪濤唔係一個咁容易投降嘅人。第二天早上，佢就爬起身，望住架壞咗嘅模型，心諗失敗唔係世界末日，其實係一個學習嘅機會。佢開始去分析問題，發覺原來係感應器數據亂咗，同埋啲程式有 bug。咁佢就去圖書館借書，研究下物理同數學。佢仲成日喃喃自語咁講：陀螺儀要準啲，算法要加濾波。佢上網揾到啲資料，雖然當時上網嘅速度好慢，但最後都俾佢揾到一啲外國專家相關嘅分享。佢嘅室友阿明見佢咁堅持，忍唔住提出：喂，阿濤，我幫你測試啦。佢哋兩個半夜醒咗，就喺宿舍外邊試飛。就係咁，汪濤反反复复咁試咗好多次，終於都俾佢設計到新嘅版本。呢個系統多咗個加速計，程式就更加聰明。直升機起飛之後可以自動懸垂，飛起嚟就更加穩定啦。喺第二次嘅測試，汪濤顯得非常之緊張，見到佢隻手都好似有啲震。跟住佢就啟動佢架直升機模型，順利咁起飛。喺空中轉圈，亦都唔會跌返落嚟。佢教授見到都立即拍手叫好：阿濤，呢隻掂啊！今次可以俾高分你，可以順利畢業啦。汪濤嗰一刻當然係覺得好開心啦。而汪濤呢個畢業項目亦成為咗佢日後創業嘅起點。喺2006年，佢喺深圳租咗個細細嘅倉庫，成立咗 DJI 公司。起初只係同幾個朋友賣飛行系統俾一啲模型迷，後嚟生意越做越好。之後佢哋推出嘅 Phantom 無人機亦都好易用又穩定，一推出市場就全球大賣。
DJI 而家係全球數一數二嘅無人機生產商，汪滔亦成為咗億萬富翁。但我相信佢仲好記得同埋懷念當年讀大學同住宿舍嘅奮鬥日子。汪滔能夠從失敗中學會咗堅持同創新，轉危為機。如果你正在為追求自己夢想而努力，即使遇上任何嘅問題，可以學下汪滔咁，試下分析下問題，主動求變，話唔定喺不久嘅將來，你都可以好似汪滔一樣咁成功。